喜的心来宣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顶完成赦罪拯救的恩典，而且以太阳黑暗死亡魔鬼的权势，但以高压来得胜。来用现代话来讲，主耶稣就是逆转胜，因为主受定十字架来死，是一个见效作梦的事。总是耶稣基督无互黑暗死实的权势较赢，伊国话伊得胜。所有其他宗教的教主拢死无国话，独独耶稣基督死第三日国话。感谢圣歌队用美妙的诗歌下达调弥撒曲，带领咱同心来阿罗上帝。圣经学家辛普森伊安尼讲，伊所写的一本册国话甲现代的诗条内底安尼写讲，耶稣基督的国话是基督教信仰中间上重要的一环。若是将国话这个真理对信仰的中间的教义给提掉，若是安尼，基督教就无有教义。这也亲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14节伊所讲的：若基督无国话，咱所信的就是空空；若是基督无国话，阮所传的也是空空。伫主要所国话，咱会当对圣经四福音内底，拢有记载耶稣受定第三天国话才会记载。虽然今日咱要特别对约翰福音来看，主要说国话的大关联带来什么款的改变？头一个，咱会当对圣经的中间来看见，迄个梦变成做空的。伫受难周拜五中昼的时阵，主要说受了到伫各各他的山顶受定十字架，到伫下晡3点钟。圣经记载伫迄个时阵，日头变暗，黑暗也看大队。伫迄个时阵，耶稣伫十字架顶所讲的7句话，最后一句成了，就是讲救恩已经成就了。伫迄个时阵，耶稣需要受安葬，照犹太人的例，受定十字架人袂当留伫十字架顶过暝。伫马太福音27章57节到61节，有记载一段的圣经，有一位阿里马太的财主，名叫做约瑟。伊去见彼拉多，伊也会将耶稣的身躯来安葬。伊用清气又麻色的布，将耶稣包起来，放伫一个新的梦。是这个约瑟伊所备办新的梦，毋然呢，将耶稣安葬好势了后，佮用一粒大石头，甲伊高放伫迄个梦门的所在。圣经伫马太福音27章62节到66节，讲彼拉多在这个事就特别爱在固守这个梦的，讲恁着尽所有的好好来固守这个梦，惊耶稣的学生会甲伊偷退去，因为主耶稣捌讲，伊死第三日阁要国活，而且彼拉多伫这个石头的顶面，阁加上封条，甲伊封起来，
袂当有人来拍开。特别个车派固守的伫遐24点钟伫遐来固守。希望伫遮的钉钉塔塔的固守的中间，伫礼拜日7日的第一日天复光的时阵，抹大拉的玛利亚甲耶稣的两学生约翰甲彼得，就来到伫耶稣受台的墓的中间，无卡算。这个墓的石头已经受割开，内底空空。则咱看见，迄个墓变成做空的，因为死亡的权势袂当束缚高我的主，主但已经高我得胜了。你让咱会当继续来看，伫主高我了后，互惊吓学生变成做勇敢。耶稣所带领12学生，伫因的心目中，耶稣就是因的领袖，就是因心灵的导师。那呢，也是学生的愿望甲活靠，总是无拍算。这学生所跟对这位耶稣受定是未的。对这学生来讲，因的心极其失望。因所期待的，当耶稣做王的时，一个人会当坐伫伊的正边，另外一个会当坐伫伊的倒边。毋望会当有官通好来做，无拍算因所跟对耶稣受定是未假，搁死。这学生就倒转到伫因的故乡，继续伫遐掠鱼。那呢，因的心惊吓，惊吓掠耶稣定是未假，搁来找伊学生，也同款甲因定是未假。伫这种充满惊吓不安的中间，这学生将因的门串条条，唔敢出去。总是当国外耶稣来拜访这学生的时阵，甲因讲愿恁平安。当学生拄到国外耶稣的时阵，因的性命改变。就亲像圣学者 John Stott 伊安尼讲，学生的改变就是主国外上有气力的见证。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，咱就会当看见，当圣神充满，拄着国外耶稣这学生彼得，就讲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予伊国外，原拢是这个事的见证人。所以全以色列同胞啊，恁就确实知，恁定是未假的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立伊做主、做基督啦。大家听见彼得所讲的信息，来宣告基督的国话，大人的心气畅，就问讲，阮着怎样做？彼得讲，恁着认罪悔改。恁就要领受圣神伫恁的中间，你若要伫迄个中间得到顶头先，对伫迄日有3000个人、5000个人决志来信耶稣。那呢，在跟对耶稣的人，无搁再惊吓，反倒当充满勇敢、壮大，为主干净道理。也欢喜为主来顺道，甚至迄个迫害教会的扫罗，也因为伫大马色的路上拄着国外耶稣，伊一生改变，为国外主来见证、宣告、建立最的教会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也是主耶稣基督国外见证人。伫咱徛起的四周围，要传福音、做见证，来宣告主的德性，
伫你我的生命的中间。第三项，主国我就是福音的中心。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完成的赦罪甲救赎得胜，这个就是福音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总是这个好消息，唔单单是伫咱人的理性的中间来了解，这个福音也唔是一种真抽象的理论那点。福音就是国外主伫你我生命，伫咱的生活中间所带来的改变，这个就是福音。福音就是国外主耶稣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伫咱的生活的中间所带来的改变。当你我跟对耶稣基督久久的中间，即使咱的生命若无改变，那呢，咱无法度伫你我的生命内底来见证这个福音，来见证国外主踮伫你我的生命的中间。犹太人上起头因所遵守是安息日，就是安息日因做礼拜来敬拜上帝。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国话是伫礼拜日，也就是咱讲的主日。伫主日的时阵，所有基督徒来到伫教会中间，咱要伫遮来敬拜，咱要伫遮来学乐，来经验国外主甲咱同在。换句来讲，每一个礼拜日就是主国外的日子。互咱来到伫教会中间，搁一摆领受圣经的信息，通过圣歌队的学乐，领受圣经中间的信息，互咱的心得到调调，得到仰望，得到感动，欢喜，伫你我生命甲生活中间活出基督的见证。那是安尼，咱就是来报传福音。第四项，十字架要变成做荣耀。伫波斯帝国开始，十字架是针对所有死刑的人所做一项真残忍、真残酷的刑罚。十字架有三种的，一种就是十字刑，第二种是 X 刑，第三种就是体刑，用无共款的方式，将遐死刑犯来钉十字架。咱知十字架将人挂伫迄个叉头的顶头，将钉仔钉对手的顶头咧，流血，心经丢咧疼。这种的死刑是上折磨、上痛苦，死的时间上长、上可怕。总是无罪耶稣替咱有罪人来钉十字架，承担咱所有的罪过，伫各个他的顶头受定。原本这个十字架是一个见效失败绝望的十字架，总是伫耶稣基督的顶面，这个十字架已经成做一个荣耀的十字架。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到第6节，安尼记载讲，伊为着咱的过犯受害，迄个伊是咧指耶稣。耶稣为着咱的过犯受害，为着咱的罪孽受压伤，因为伊所受的刑罚，互咱得到平安；伊所受的逼迫，互咱得到医好。咱拢亲像羊行袂路，逐人行家己的路，总是摇花，互咱正人的罪，拢归伫伊的身上。耶稣基督的国话，好十字架就变成做荣耀的十字架的记号，也是基督徒信仰的中心。
十字架是代表赦免，十字架也是上帝公义甲主爱救赎的记号。保罗伫加拉太书第6章14节安尼讲：我无用别项事来夸口，我只有夸口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兄弟姊妹，咱伫国外这个早起，咱一家同齐做伙来敬拜上帝，咱们领受国外主的气力伫咱的心上，咱们领受国外主的医治伫你我的生命中间，咱们领受国外主带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互咱充满见证，互咱每一个人充满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内底，要提醒咱，互咱伫徛起逐所在为主来做见证。也愿主耶稣基督国我所充满的信心，毋忘疼痛，点伫咱每一人的心上，互咱欢喜学习这学生受提醒来宣告主国我的信息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愿感谢你极大的恩典赐落伫阮的中间。基督若无国我，阮犹原活伫罪的中间。基督若无国我，阮犹原活伫见笑的内面。总是耶稣基督较赢黑暗魔鬼死亡的关系，以得胜国我，互每一个军队耶稣基督人充满信心、毋忘甲疼痛，要互阮徛起伫这个世代中间，互软弱的，因为阮的服侍，互人得到刚强壮大；互伫绝望中间的人，因为阮的疼痛甲背叛，看见毋忘；互活伫失志的中间的人，因为阮的关心甲见证。互因欢喜决志来跟对耶稣基督。主愿感谢你，互阮今日伫国外的早起时，亲像抹大拉的玛利亚、约翰、彼得，经验国外的气力，伫阮每一人的生命中间。主愿感谢你，搁一摆通过国外主，甲阮讲愿恁平安，互阮无搁活伫惊吓罪恶感的内面，反倒当愿带着国外主的气力，伫我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欢喜为主征战好的征战，欢喜报扬耶稣基督拯救的好消息。亲像彼得所宣讲的信息，有3000个、5000个来悔改信耶稣。主啊，愿真意爱伫阮的生命内底，也会当引出30个、50个人来跟对国外主。特别上帝，愿你赐福阮，阮会当领受十字架的荣耀伫阮生命的内底，互阮搁一摆欢喜来学乐甲敬拜。每一届的主日，就是阮经验主国外日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充满欢喜，互阮充满得胜伫主的面前，献上阮的感谢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心诚心无悔事，咱的主已受死咱活命，伊是上帝个先行所找来的，伊甲心地甲心行，应该当受恶路，当受恶路。也应该当受阳光，这是将神的，这是真神的所见证的，所见证的。伊甲上帝甲上教，应该当受报。当受阳光，这是将神的所见证的。
你是那灵灵，有你是那灵灵。来当灯世间的罪，困着中，他路飘远困着地动。Yeah.